因為美伊爾嘅戰爭咧，就令到好多人咧都關心到伊朗嘅。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咧有關伊朗嘅一宗思想界嘅公案啊！喺而家嘅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之前咧，喺伊朗革命進行期間咧，著名嘅法國哲學家 Michel Foucault 福柯咧曾經咧就去過德黑蘭2次嘅，當時係1978年、1979年期間，佢係受到一份咧意大利嘅報章嘅邀請咧去撰寫咗文章嘅，總共有10多篇嘅。福柯咧係立場鮮明咁樣反對當時嘅巴列維國王嘅政權嘅，係支持呢個伊朗革命嘅。同時咧，佢亦都認為咧喺伊朗革命裏邊咧，佢睇到一種咧佢稱之為 political spirituality 嘅東西。佢認為咧呢樣嘢係有別於現代西方嘅政治想像嘅。福柯當時嘅觀點咧已經受到好多人嘅批評啊，包括一啲女性主義者。佢哋認為福柯咧係睇唔到咧當時高美尼所代表嘅什葉派嘅神權專制嘅政權咧係壓迫婦女去違反人權嘅。咁咧而咧因為咁咧，所以咧福柯咧就有一種即係錯誤嘅想法，係將一種反帝嘅左翼嘅觀點同呢個傳統嘅宗教觀念結合，就睇成一種咧係前衛嘅文化同埋政治運動。2005年嘅時候咧，一位伊朗嘅學者啦，同埋一位女性主義者咧，叫 Jannat Afary 咧，同埋 Kelvin Anderson 咧，佢哋合寫咗一本書，叫做《Foucault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喺呢本書裏邊咧，佢哋收錄同埋翻譯咗咧福柯嘅當時嘅10幾篇文章，同時咧係對福柯咧進行一種非常之辛辣嘅一種批判嘅，甚至佢哋嘅批評咧係唔單單係認為福柯支持呢個當時嘅伊朗嘅神權，而且咧佢認為咧福柯咧係代表咗一種西方左翼，甚至係一種咧後結構主義者嘅觀點。呢種觀點係一種盲點。一個後結構主義者左翼，佢哋咧耗盡咗自己嘅力氣反對世俗嘅自由或者威權嘅現代國家同埋佢嘅制度。呢種立場難道冇對伊斯蘭主義同埋佢嘅社會反動運動毫不批判嘅立場打開咗個方便之門嗎？2016年嘅時候，有一位伊朗嘅學者，佢咧就唔同意咧剛才2位學者嘅觀點。佢嘅名咧叫做 Behrouz Gamari Tabrizi， 佢係一位社會學同埋歷史學家。佢寫咗一本書咧，個名叫做《Foucault in Iran: Islamic Revolution After the Enlightenment》。佢認為Afary同埋 Anderson 咧係完全誤讀咗 Foucault 嘅。佢認為咧福柯係完全能夠咧係區分到革命裏邊嘅潛力同埋革命後嘅政權嘅區別。佢係完全冇被咧高美尼嘅呢個神權政治咧所迷惑嘅。咁樣咧 Tabrizi 認為咧福柯要做嘅咧就係要嘗試喺伊朗革命裏邊見到一啲喺啟蒙運動唔能夠理解嘅一啲嘅現象，例如政治嘅精神性呢樣嘢，將佢重新再放翻落去啟蒙運動嘅歷史裏邊。而事實上咧喺傅柯嘅眼中咧，歐洲嘅啟蒙運動嘅歷史裏邊咧都唔缺乏咧呢啲所謂政治嘅精神性嘅東西，只係咧喺佢嘅歷史論述同嘅體制裏邊咧將佢哋排除咗。例如咧喺啟蒙運動嘅早期咧，仍然咧可以見到宗教嘅運動同政治咧係緊密相關嘅。同時咧，福柯亦都反對咧將伊朗革命咧睇成為係自由民主呢啲啟蒙嘅價值同呢個落後神權咧進行對決嘅運動。佢認為咧，我哋要見到一啲咧喺啟蒙運動嘅框架唔能夠理解嘅潛力嘅可能性，以至佢嘅不確定性。咁Tabrizi咧亦都認為咧，福柯晚年咧佢嘅研究興趣轉向咧道德個人身體嘅實踐咧，其實係同呢個佢對伊朗革命嘅關注咧係一致嘅。